08年卷1第2題，我間學校嘅圖書館嘅網絡由一個路由器、一個交換器同埋一個 AP 無線網絡接達點去組成嘅。學生可以透過呢3個嘅設備呢，就去接達去互聯網。問題 A1， 咁點解呢個網頁伺服器同埋其餘2部電腦工作台係會接去呢個交換器呢？有啲咩好處呢？第二，咁點解到訪人士嘅手提電腦會接去個 AP 度呢？咁答案就係網頁伺服器同埋工作台接去同一個嘅交換器呢，可以令到個連接更加快速同埋更加穩定嘅。咁而到訪人士嘅手提電腦呢，接達去呢一個嘅 AP 呢個無線嘅 router 呢，咁可以增加到電腦嘅移動性。咁因為使用無線呢，就唔需要有線去接駁。問題 B， 咁除咗手提電腦之外，仲有啲咩其他嘅流動設備可以透過 AP 去接達去互聯網呢？咁答案可以有好多，譬如電子手帳 PDA 啦、手提電話啦、平板電腦啦，咁一啲叫 UMPC 嘅，有啲叫 ULCPC， 咁即係 netbook， 咁另外仲有叫 MID 嘅 Mobile Internet Device。咁譬如 UMPC 啦、Ultra Mobile PC 啦。另外啲 netbook 啦、MID 啦，使用流動設備透過 AP 去咗個無線嘅連接嘅時候呢，需要2組嘅資料呢，做一個嘅網絡鑑定同埋授權。咁係咩資料呢？咁答案就係登入嘅名稱啦，同埋密碼啦。咁而第3種呢，就係個 MAC address， 呢個係每一張嘅網絡卡一個特定嘅編號。咁例如我哋用 IP-config 去睇翻我哋張網絡卡啦，咁呢個 physical address 就係個網絡卡嗰個編號啦。咁一組嘅數字，咁係獨一無二嘅。咁呢組數字咧係生產商生產時候所設定嘅。咁所以喺設定我哋嘅網絡，我哋 AP 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指定某幾張嘅 LAN 卡先至可以進入我哋嘅網絡。咁而其他全部就唔得噶啦。咁另外仲有 SSID 就係網絡嘅名稱嚟嘅咧。咁例如前面呢個圖咧，顯示到我哋電腦嘅周圍有好多個不同嘅 AP 喺附近啦。咁而上面顯示嘅呢啲名咧就係嗰啲 SSID 嚟噶啦，個網絡名稱。咁有啲嘅信號比較強啲嘅，譬如呢2個啦，有啲可能比較弱啲嘅，譬如呢一個啦。咁另外都可以透過呢個加密嘅方式去限制翻人哋使用呢個網絡嘅。咁譬如用邊一種加密嘅方式啦，密碼啦。問題 C， 有啲學生因為 AP 嘅設定嘅問題呢，而俾人限制咗使用個互聯網，即係佢用唔到啦。咁點解呢？咁原因可能佢 AP 個覆蓋範圍太細呢，咁或者係呢，佢已經係超出咗可以容納嘅用戶。咁譬如呢，只係容納得10個人嘅，佢哋11個，咁所以用唔到啦。又或者個用戶被封鎖咗啦，可能個 MAC address 度限制咗佢唔用得呢個網絡啦。咁又或者佢冇適當嘅 SSID 同埋適當嘅加密嘅方式。